攞出去外邊，黑衫火悟空就係咁拱嗰隻咧，就係遨遊波士出去啊！最出咧仲有隻白鹿金剛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同起咧咁啊，慢慢攞咗平衡，有少少嘅優勢嘅。燃力寶大隻好多，一路追緊上嚟啊！中間有常常發財、紅眼罩、中檔熾烈神驅，最出白鹿金剛同埋中間呢火悟空一齊上緊嚟，最後100零米，燃力寶拋離群驅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白鹿金剛，爭旺第3、第4名。常常發財同埋火悟空咧就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原難慳咗啲位，咁啊都係大隻啲嘅馬，呢隻燃力寶咁啊打開勝利之門啦！白鹿金剛都係追得勁，跑第2，第3名係爭旺，第4名呢有常常發財同埋火悟空需要影相。好啦，今場啊輪到田泰安爆冷啦，燃力寶排嗰1檔啊，爆冷贏馬。第2就係隻白鹿金剛，第3呢都有轉個位嘅直路，11號嘅爭旺啊，第4係好近啊，常常發財定火悟空呢要影相。都贏得幾輕鬆喎嚇，燃力寶。